因平台即马长兴，内底有真侪好戏通看。看戏除了看演员，其实编剧才是规出戏的灵魂。毋过编剧的薪水拢是固定的。美国的编剧协会因即马就要求爱加薪水，毋过双方超袂好势。好莱坞的编剧伫初二的时开始发起罢工，这嘛是编剧15年来头一届罢工。电视真侪节目即马爱冻点，若本地后半年要推出的一寡作品，即马嘛有可能爱延后。美国编剧协会甲影视制作人联盟，调日针对薪水甲其他的工作条件进行6礼拜谈判。不过双方的谈判伫5月初1破局，有超过11500人的美国编剧协会就成员发动大罢工。初二伫纽约曼哈顿第5大道，这协会成员行去街仔路，大声喊不加薪水，就无剧本等等抗议的口号。It's the first day of the Writers Guild strike, and we're out here to flex our muscles and let the producers know we're not happy with what they're offering. 因美国西化，后来学影视王国的大本营就3支，初二嘛出现侪抗议的人阵，游行的队伍经过即届因要抗议的对象，包括 Netflix、派拉蒙影业的办公大楼。队伍内底嘛包括真侪资深的演员来收听。I came out to support the writers because as actors, we're only as good as the writing we get. And my son is on the picket line today. 后来学编剧的薪水是长期无起，甚至因为通货膨胀变甲愈来愈少，要维持生活已经是愈来愈困难。不过资方却是甲大部分的利润来甲公司的营运高涨加薪水。真侪编剧甚至是领工会定出来上加薪水，另外包括 AI 人工智慧的创作条件，还有编剧会当为串流平台分到偌济利润，嘛是双方也无共识的点。几啊10年来，只要节目伫电视顶中播，或者是过制作过变做是 DVD， 编剧拢会当摕到中播费。不过串流平台付予编剧的，煞是固定的年度使用费，就算电视剧请甲掠袂掉，全球的收视超过1000万介，编剧领到的钱也是共款。Broadly, we're asking for increases in pay and residuals so that writers can make a career and stay in this profession and live and work in the cities like New York and LA. 罢工启动了后，代表美国电视台夜间节目、较日时的单卫星节目会随受到影响。其他按算今年下半年了后放送的电视剧甲电影，嘛会大延期。2007年甲2008年。后来，学编剧甲制作人联盟劳资谈判破局，编剧罢工100工，电视业界损失超过600亿的台票。这届罢工，美国白宫嘛有注意到，因强调讲拜登是真支持劳工来争取权益，嘛呼吁双方应该好好谈判甲沟通。国际新闻，警员评编译。